大家好，大家聽緊嘅係 Touch Live Stream， 由而家起到下晝嘅1點鐘呢，我哋將會喺呢度播放恩寵城市嘅特備節目。咁呢一個節目呢，我哋將會喺未來呢1個小時裏面呢，同大家一齊去祈禱，係守聖母與我哋守嘅恩寵城市噶。咁而係祈禱將會係用廣東話進行噶。You're now watching Touch Live Stream. From now on until 1 o'clock, we will pray the special Hour of Grace as instructed by Our Lady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 The following program will be in Cantonese. 咁其實咧喺每年嘅12月8號咧，亦都係聖母無染原罪節，咁即係今日啦。由正午嘅12點鐘到1點鐘呢段時間呢，就係稱為恩寵嘅聖事，因為聖母許諾啊，無論喺呢段時間裏面向佢求啲乜嘢嘢，即使係一啲唔可能嘅事呢，只要係同永生之父嘅旨意相符呢，佢必定會賞賜噶。咁聖母對恩寵聖事呢，係有以下嘅要求噶。咁第一呢，聖事嘅日子一定要喺12月8號聖母無玷節胎節，由正午12點鐘開始到下晝1點鐘為止，要祈禱足1個鐘頭噶。咁喺呢個小時裏面呢，喺屋企或者喺聖堂裏面受呢個聖事嘅人呢，都會獲得恩寵。咁但係就要避免分心啦。咁所以呢，大家係唔好接電話啦，唔好應門啦，乜嘢都唔做，淨係專心同天主去喺祈禱裏面契合嘅。咁第三呢，喺開始守聖事嘅時候呢，要張開雙臂一齊念聖詠第51首3次，以表示懺悔噶。咁第四呢，喺念完聖詠51首3次之後呢，其餘嘅時間你可以喺靜默當中同天主溝通啦，你可以默想耶穌嘅苦難啊，誦念玫瑰經啊，或者用自己喜歡嘅方式或者祈禱嚟到去讚美天主，唱聖歌、默想聖詠等等噶。咁而我哋呢一度呢，為大家準備咗嘅呢，我哋將會喺念完呢個嘅聖詠51首之後呢，我哋將會同大家一齊去念玫瑰經啦。咁中間亦都有啲嘅歌詠，有啲靜默嘅時間。咁如果任何時間大家係覺得想自己祈禱嘅話呢，係歡迎大家將呢一個嘅直播熄咗佢，咁大家可以專心祈禱。咁亦都鼓勵大家啦吓，咁喺呢個嘅大家嘅屋企啊、工作環境啊，你前面呢最好準備一啲聖相啊、一啲嘅聖物啊，咁啊方便大家呢係可以對住佢祈禱噶。咁而喺稍後落嚟時間，所有嘅禱文同埋所有嘅歌詞呢，都會顯示喺熒光幕上面，大家係唔需要擔心。咁但係呢，為咗呢個嘅預防起見啦吓，因為可能大家嘅互聯網嘅接駁可能個線路唔係好穩定嘅話呢，亦都大家可以將聖詠51首呢個呢係準備好喺旁邊。咁陣間如果係嗰個線路有咩問題呢，大家都可以隨時可以即刻去翻去祈禱當中噶。咁而家距離12點鐘仲有大概10分鐘多少少嘅時間啦。咁喺呢度呢，讓我喺呢度都同大家介紹一下，究竟呢個恩寵聖事嘅來源係點樣噶吓。咁其實咧，呢個恩寵聖事呢，係當時喺意大利一個名叫做蒙地基亞里 Montichiari 呢個地方，咁喺嗰度有一間小聖堂。咁由1946年嘅11月24號一直到1947年嘅12月8號為止呢，聖母曾經喺呢度向一位修女叫做畢耶蓮娜修女 Sister Pierina 顯現咗11次咁多噶。咁聖母喺第一次顯現嘅時候呢，佢就話俾畢修女聽，佢願意世人叫佢做原意玫瑰，佢亦都要世人呢喺12月8號嗰日嘅正午，喺全世界所有嘅聖堂裏面呢，守一個恩寵嘅聖事噶。咁聖母盼望全世界人都知道呢件事哈。咁所以呢，喺1947年嘅11月16號啊，當畢修女參與彌撒差唔多謝完聖體嘅時候呢，佢就突然之間見到一道嘅強光，接住呢，喺神視當中就見到原意玫瑰聖母啦。咁聖母嘅美麗實在令佢好驚嘆啊！畢修女見到之後就深受感動，並且向佢講起話嚟啦。咁突然之間呢，有股好輕柔嘅力量推動佢，使到佢跪喺聖母嘅跟前。聖母就對佢話啦：世人嘅罪，尤其是係不潔嘅罪，嚴重咁樣冒犯咗佢嘅聖子。聖子正打算降臨大災難嚟到毀滅世人噶，咁但係聖母求佢大發慈悲，唔好降下毀滅性嘅災禍。咁所以呢，聖母今次嚟顯現係要求大家去贖罪，尤其是係為不潔嘅罪而去做補贖噶。咁其後聖母呢，亦都要畢修女屈尊酒杯，用舌頭喺聖所嘅4塊石頭上面畫一個十字聖號。聖母就話啦，咁樣人們就會記得我曾經喺呢度顯現過。咁接住呢，聖母亦都逐一
踏過呢4塊嘅石頭，讓每一塊嘅石頭都俾佢嘅長袍碰觸過。咁當年嘅11月22號，畢修女亦都覺得呢係有一股無可抗拒嘅力量，要佢4點鐘去到聖堂嗰度。咁嗰陣時呢，佢嘅長上4位修女同埋一位朋友都陪伴住佢噶。咁大家呢喺度念緊玫瑰經嘅時候呢，聖母一如既往又向畢修女顯現啦。聖母呢吩咐畢修女喺嗰塊石頭上面畫十字星號，然之後呢就用圍欄將佢哋隔開。聖母喺今次顯現再一次去要求世人做補贖。佢話補贖不外乎係咁樣樣，就係要每一日甘心去接受自己嘅十字架，無論佢哋點微不足道都好，都要懷住愛去接受呢個十字架。咁呢個時候呢，佢都囑咐畢修女喺12月8號嘅正午再嚟。佢話呢一個係我恩寵嘅聖事。咁修女好奇怪啦，咁就問佢啦，咁佢自己應該點樣去準備呢個恩寵嘅聖事呢？咁聖母就回答啦，要祈禱，要做補贖，念聖詠51首3次，並且要張開雙臂嚟念。喺呢一個恩寵聖事裏面，天主會賜下好多嘅靈性上面嘅恩寵，咁就連嗰啲心腸最硬嘅罪人，亦都會被天主嘅恩寵所觸動噶。聖母許諾無論喺呢個恩寵聖事裏面向佢求啲乜嘢嘢，即使係啲唔可能嘅事呢，只係同永生之父嘅旨意相符，佢都一定會賞賜。咁當年嘅12月7號呢，畢修女又再一次感到一股力量去催逼佢去聖堂。咁今次呢，神父同埋佢嘅長上就陪佢一齊去。聖母呢，喺呢個時候呢，就同一個細路仔同埋一個細路女一齊顯現。呢兩個細路仔呢，都着住一件好靚嘅白色衫。咁聖母就對佢講啦，佢話聽日我就要將我無玷聖心顯示俾你。世人對我嘅心認識實在太少啦。亦都叫畢修女轉告世人要為蘇聯去祈禱，因為當時有好多人呢都係被囚禁，而佢哋嘅家人甚至乎係毫不知情，因為佢哋已經唔喺屋企好多年啦。佢要畢修女同埋世人為蘇聯嘅歸依而去祈禱，士兵們嘅痛苦、犧牲同埋殉道將會為意大利同埋世界帶嚟和平噶。咁呢兩個細路仔係邊個呢？咁其實呢兩個細路仔呢，就係方濟各同埋雅先達啦。咁其實呢兩位呢，就喺1917年嘅時候喺葡萄牙花地瑪嘅時候呢，聖母顯現俾佢嘅兩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已經喺2000年嘅時候將佢哋列入真福噶啦。咁當時呢，方濟各同埋雅先達呢，聖母就話要將佢哋係俾畢修女做畢修女嘅良伴。因為佢將會係成為佢好多因為聖母嘅緣故要受好多苦噶。咁佢希望畢修女做一個單純而且係善良嘅人，就好似呢兩個細路仔咁樣。咁之後呢，聖母祝福咗畢修女、神父同埋所有在場嘅人。咁喺12月8號當日啦，咁由朝頭早8點鐘開始呢，好多人尤其是喺鄰近嘅市鎮就蜂擁而至啦。到中午嘅時候呢，大概有1萬人已經聚集喺小聖堂裏面，好想見到聖母。由於人數眾多而聖堂嘅容量有限，好多人呢就係要去企外面噶。畢修女啦，佢嘅媽媽、佢嘅兄弟長上，以至係當地嘅警察局長都一齊嚟到。咁正當畢修女喺聖堂嘅中央同埋眾人一齊念玫瑰經嘅時候，忽然一道好靚、好亮、好光嘅白色光就從聖堂嘅頂部射出嚟，亦都有梯級從嗰道光向下伸展，直到聖堂嘅地面，大概有15尺咁長噶。咁嗰度嘅低級呢，係被紅色、白色同埋黃色嘅玫瑰裝飾得好靚。聖母容光煥發，身穿白衣，雙手合十，咁就係企喺樓梯嘅頂上面，由一個紅玫瑰、白玫瑰同埋黃玫瑰所形成嘅地氈上面。聖母微笑住，以最溫柔、最充滿愛意嘅聲音咁樣講，佢話：我係始胎無鹽罪噶，我係一切恩寵嘅母親，亦都係我愛子耶穌嘅母親。我願意你哋稱我為原意玫瑰。我希望喺每年12月8號嘅正午制定一個恩寵聖事。呢一個小事裏面唔受干擾咁樣專心祈禱嘅人，會得到好多靈性同埋肉身上嘅恩寵。
咁之後聖母亦都慢慢咁樣去降落嚟啦。佢一路彈嘅時候呢，一路呢好優雅咁樣係散一啲玫瑰花。咁就到去樓梯嘅中段嘅時候，聖母又講啦，佢話我好高興可以見到大家表現出咁大嘅信德。不修女呢係為咗好多罪人去求寬恕嘅。咁聖母就話啦，其他人如果為佢哋祈禱得越多，佢嘅聖子所顯示嘅慈悲亦都會越多。咁佢好希望眾人知道呢一件事，亦都想教宗庇護12世知道呢件事，要話俾教宗聽，聖母想佢喺全世界各地都制定呢個恩寵聖事，甚至係嗰啲喺呢個小時裏面唔能夠去聖堂嘅人，只要喺正午呢段時間喺自己嘅屋企祈禱，亦都得到同樣嘅恩寵。佢都要求做一個聖像放喺佢所站立嘅地方，要稱呢個聖像為園義玫瑰，並且要拎住佢喺鎮裏面出遊。咁出遊嘅時候呢，天主會賜下好多嘅恩寵，病人將會得到痊癒。咁之後呢，要將呢個聖像抬翻去聖堂裏面。咁個時候呢，聖母都為病人祈禱。咁有啲人都係真係痊癒咗噶，咁有啲人就冇啦。咁好多嘅男女小朋友啊，咁喺嗰一刻呢，都會係有治癒啦。咁其中包括一個26歲嘅女仔，9個月以嚟咧都唔能夠去講嘢噶，咁突然之間開口大叫話我見到佢，我見到聖母啊咁又係一個18歲患有胃潰瘍嘅女仔突然之間康復咗。咁另外一個5歲大咧癱瘓咗個男仔咧，聽到聖母對佢話，佢話叫佢嚟到聖母嘅跟前，好快佢就可以行路啦。於是咧，其他人將佢就係搬到去祝聖嘅呢個石頭上面之後，佢就真係能夠行路啊！咁之外咧，亦都有3個病重嘅人啦，即刻痊癒啦，咁等等，亦都有好多嘅奇蹟噶。咁聖母話嗰次將會係佢最後一次嘅顯現，佢祝福世人一定要祈禱，要將呢塊石頭去保存，並且喺佢哋上面咧去做補贖噶。咁因為所有根據佢意志做嘅人呢，將會得到慈母嘅心嘅照顧。講完之後，天上嘅慈母就離開咗呢一間小聖堂。咁雖然佢冇再顯現啦，但係佢對我哋懷住無盡嘅愛，將呢個恩寵嘅聖事俾咗我哋，好讓我哋將佢傳遍普世。佢俾咗每一個人都一個咁好嘅機會，讓我哋向佢去表達我哋嘅愛同埋信賴。佢協助我哋為嗰啲冒犯佢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人所犯嘅重罪去做補贖噶。咁所以喺嚟緊呢一個鐘頭裏面，邀請大家用呢個意向去為聖母去做補贖，並且係將自己完完全全投入聖母嘅懷抱當中，因為聖母一定會係將我哋帶翻去佢嘅聖子耶穌裏面噶。咁重提一次啦，以下係聖母對恩寵聖事嘅要求大家喺未來1個鐘頭到1點鐘為止呢，要祈禱足足1個鐘頭啊！咁喺呢個鐘頭裏面，喺屋企或者喺聖堂裏面守聖事嘅人呢，都可以得到恩寵。咁但係一定要避免分心。咁所以呢，大家而家可以將大家嘅電話熄咗佢。大家呢個鐘頭裏面都唔好應門，乜嘢都唔做，淨係專心祈禱，同天主契合。咁喺開始守呢個聖事嘅時候呢，要張開你嘅雙臂去念聖詠51首3次噶。咁念完呢個聖詠51首之後，喺其餘時間呢，聖母就話大家可以靜默咁樣係同天主溝通，用自己喜歡嘅方式。咁而我哋呢度呢，將會同大家一齊正念玫瑰經啦，有默想嘅時候啦，亦都會唱歌詠嘅時候。咁所有嘅經文呢，都會喺熒光幕上面顯示噶。咁而大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大家嘅抬頭咧，係擺一啲嘅聖像啦，一啲聖畫啦，係向住佢祈禱噶。咁12點鐘馬上就嚟到啦，咁我哋喺呢度收拾心神，準備恩寵聖事嘅開始。
謝你俾我哋今日呢個機會，我哋可以咁多位兄弟姊妹聚住喺呢一度，去貼近你，去親近你，去尋找你。我哋喺啱啱呢個月裏邊，可能我哋都會因為工作啦，可能因為啲人際關係啦，都可能係種種嘅一啲紛爭，一啲唔好嘅情緒，一啲唔願意嘅事，而令到我哋身心疲累，甚至乎慢慢咁唔記得咗你，遠離你。試問我哋幾多個真係能夠以一顆純真嘅心，時時刻刻都將你擺喺我哋嘅第一位呢？我哋究竟有冇喺每日嘅清晨起身嘅時候，去同你打下招呼呢？我哋有冇喺工作嘅時候，喺同人相處嘅時候，懷住你俾我哋呢份信仰，俾我哋嘅力量去活出一個天主教徒應該要做嘅嘢呢？主，我哋唔擔當喺你面前接受你俾我哋咁多嘅恩寵，你嘅恩寵就好似啲好大嘅光芒，好溫暖，好光芒，將我哋嘅心，將我哋嘅靈魂都能夠完全照亮、照透。我哋呢個時候可能會感到慚愧，可能會感到唔知點樣面對你，甚至可能會感覺到想走啦。但希望天主你俾我哋咁堅強我哋力量，俾你聖神俾我哋，當我哋可以喺今日嘅祈禱都可以重拾返我哋喺你主愛嘅一份愛。主，我哋就祈求你喺你嘅聖神嚟到我哋中間，開啟我哋嘅心，當我哋能夠睇到你俾我哋咁多種種嘅恩寵喺我哋屋企裏邊，喺我哋學業，喺我哋嘅職場，喺我哋嘅人際關係裏邊，你擺咗咁多嘅種子，咁多嘅恩寵俾我哋。沿住你嘅聖神嘅力量，亦都使我哋能夠堅強我哋嘅靈魂，能夠擺住咗我哋嘅肉身。當我哋喺日常嘅生活裏邊，都能夠保持住一個純潔嘅身心，去抵抗所有黑暗勢力，去抵抗所有來自自身嘅一啲墮落，要去尋求你，主。我哋希望你嘅聖神你都嚟到我哋中間，使我哋今晚嘅祈禱真係能夠令你賞心悅目，係真係能夠令你悅納。Come, Holy
天主聖神，請你降臨，充滿你信徒的心，在我們的心中燃起你的愛火。阿利路亞。而家就讓我哋反省我哋嘅罪過，然之後向主誠心獻上我哋嘅懺悔。聖詠51篇，方便嘅請跪下，並請張開雙臂，一齊誦念。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憐憫我，依你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求你把我的過犯洗盡，求你把我的罪惡除淨，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獨得罪了你，因為我作了你視為惡的事。因此，在你的判決上顯出你的公義，在你的斷案上顯出你的正直。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惡，我的母親在罪惡中懷孕了我。你既然喜愛那出自內心的誠實，求你在我心的深處教我認識智慧。求你以牛膝草灑我，使我皎潔。求你洗滌我，使我比雪還要白。求你賜我聽見快慰和喜樂，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歡躍。求你掩面別看我的罪過，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惡。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回。求你使我重獲你救恩的喜樂，求你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我要給惡人教導你的道路，罪人們都要回頭向你奔赴。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債，我的舌頭必要歌頌你的慈愛。我主，求你開啟我的口唇，我要親口宣揚你的光榮，因為你既然不喜悅祭獻，我獻全燔祭你也不喜歡。天主，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上主，求你以慈愛恩待熙雍，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那時你必悅納合法之祭、犧牲和全燔獻祭。那時人們也必要把牛犢奉獻於你的祭壇。聖母無染原罪始胎之後，請為我們祈求。
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憐憫我，依你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求你把我的過犯洗盡，求你把我的罪惡除淨，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獨得罪了你，因為我作了你視為惡的事。因此，在你的判決上顯出你的公義，在你的斷案上顯出你的正直。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惡，我的母親在罪惡中懷孕了我。你既然喜愛那出自內心的誠實，求在我心的深處教我認識智慧。求你以牛膝草灑我，使我皎潔。求你洗滌我，使我比雪還要白。求你賜我聽見快慰和喜樂，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歡躍。求你掩面別看我的罪過，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惡。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的心重獲堅固的精神。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回。求你使我重獲你救恩的喜樂。求你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我要給惡人教導你的道路，罪人們都要回頭向你奔赴。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債，我的舌頭必要歌頌你的慈愛。我主，求你開啟我的口唇，我要親口宣揚你的光榮。因為你既然不喜悅祭獻，我獻全燔祭，你也不喜歡。天主，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上主，求你以慈愛恩待熙雍，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那時，你必悅納合法的祭獻、犧牲和全燔獻祭。那時，人們也必要把牛犢奉獻於你的祭壇。聖母無染原罪始胎之後，請為我們祈求。
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憐憫我，以你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求你把我的過犯洗盡，求你把我的罪惡除淨，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獨得罪了你，因為我作了你視為惡的事。因此，在你的判決上顯出你的公義，在你的斷案上顯出你的正直。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惡，我的母親在罪惡中懷孕了我。你既然喜愛那出自內心的誠實，求在我心的深處教我認識智慧。求你以牛膝草灑我，使我皎潔；求你洗滌我，使我比雪還要白；求你賜我聽見快慰和喜樂，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歡揚。求你掩面別看我的罪過，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惡。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重獲堅固的精神，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回。求你使我重獲你救恩的喜樂，求你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我要給惡人教導你的道路，罪人們都要回頭向你奔赴。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債，我的舌頭必要歌頌你的仁慈。我主，求你開啟我的口唇，我要親口宣揚你的光榮。因為你既然不喜悅祭獻，我獻全燔祭，你也不喜歡。天主，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上主，求你以慈愛恩待熙雍，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那時你必悅納合法之祭、犧牲和全燔祭獻。那時人們也必要把牛犢奉獻於你的祭壇。聖母無染原罪始胎之後，請為我們祈求。聖母媽媽，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今日特別賜咗呢個恩寵嘅聖事畀我哋，感謝你不離不棄，縱然我哋再犯罪跌倒，你都設法讓我哋可以回到耶穌嘅身旁。
感謝你為我哋世人嘅代禱，向聖父求情，希望佢緩於發怒，再爭取機會讓我哋回心轉意。聖母媽媽，我哋完全承認我哋嘅軟弱。你既然就係嗰位喺聖經裏面描述將會踏碎石頭嘅嗰位女人，懇請你作為我哋嘅母親，教導我哋點樣可以堅守主耶穌基督嘅寶訓，堅持行善，保持身心靈嘅純潔，免於陷入於誘惑。主耶穌，我哋的確軟弱，縱然我哋懺悔認罪，但我哋依然係軟弱之身。懇請你派遣聖神教導我哋，讓你嘅母親再次教導我哋，使到我哋真真正正可以脫離罪惡，喺你嘅聖善當中生活。主耶穌，我哋感謝你，讚美你。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是我的我，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向聖神和童貞瑪利亞出了佢，而成為人。他在本著彼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他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他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他為了光明的降臨，審判生死事情。他的神國萬世無疆。我信聖神，他是主及父的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恩屬，同享光榮。他藉着先知們發言，我信為人是聖是公，從中道傳下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洗是一個，我記錄死人的復活及我信的生命。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每日的食物，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真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真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真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如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光明一端，耶穌在約旦河受洗。那時，耶穌由加里肋亞來到約旦河約翰那裏，為受他的洗。耶穌嘅公開生活係佢喺約旦河接受約翰施洗嘅時候開始噶。聖神借住鴿子嘅形象停留喺耶穌身上，並有聲音從天上說：這是我的愛子。呢個顯示出耶穌係以色列嘅默西亞同埋天主子。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每日的食物，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
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你在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主耶穌，你寬赦我們的罪過，將我們免於永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需要你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裏去。光明異端，耶穌參加加納婚宴。第3天，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耶穌的母親在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婚宴。酒缺了，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回答說：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耶穌喺公開生活嘅開始，應佢母親嘅請求，喺一個婚宴上面行咗佢嘅第一個神蹟。教會認為耶穌喺加納婚宴嘅臨在非常之重要。喺呢度，教會睇到耶穌肯定婚姻嘅美好，並且意會耶穌宣告，自那時起，婚姻要成為基督親臨嘅有效標記。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在天上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
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主耶穌，請寬赦我們的罪過，蒼天的榮光，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需要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裏去。光明三端，耶穌宣講天國福音。約翰被監禁之後，耶穌來到加利肋亞，宣講天主的福音，說：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吧。所有人都被召進入天國。呢個默西亞嘅神國，首先宣告俾以色列嘅子民，並且為接納天下萬民而建立㗎。為咗能夠進去，人必須接受耶穌嘅訓誨。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賜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
你的親生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主耶穌，聖父赦我們的罪過，在後面地獄永火，求你把眾的靈魂，特別是那些需要你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裏去。我的靈魂頌揚上主，衷心讚美我們的天主上主，衷心讚美，衷心讚美，衷心讚美我們的上主，我的靈魂頌揚上主，衷心讚美我們的天主上主，衷心讚美，衷心讚美，衷心讚美我們的上主。光明四端，耶穌大博爾山顯聖容。講了這些道理以後，大約過了8天，耶穌帶着伯多祿、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禱。耶穌只係短暫咁樣顯露咗佢嘅聖容，以確定伯多祿所宣認嘅信仰，但同時亦都宣示為進入他的光榮，必須先經過耶路撒冷的十字架。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的食物，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於兇惡。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
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你在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主耶穌，你寬赦我們的罪過，作我們免於永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需你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裏去。讚美上主，讚美上主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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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上主。光明五端，耶穌建立聖體聖事。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遞開給門徒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身體。然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由其中喝吧，因為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耶穌命令我哋要重複佢嘅行動同埋話語，直到佢再嚟。呢個命令唔單止係要求我哋懷念耶穌同埋佢所做嘅一切，並且係針對由宗徒同埋佢哋嘅承繼人所舉行嘅禮儀慶典，以紀念基督同埋佢嘅生活、佢嘅死亡同埋復活，以及佢喺父之前嘅代禱。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
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主耶穌，請寬赦我們的罪過，蒼天的榮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需要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裏去。萬福母後，仁慈的母親，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甘飴，我們的希望，啱啱子孫在此塵世向你哀呼，在這平日之谷向你嘆息哭求。我的主保，求你回顧烈士我們，一旦流亡期滿，使我們得見你的聖子，我們稱頌耶穌。同聖瑪利亞，你是寬仁的、慈悲的、甘飴的，天主聖母，請為我們祈求，使我們堪受基督的恩許。Yours and fill me with your
咁恩寵聖事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收聽。咁記住啦，今日係聖母無染原罪嘅慶日。咁啊，如果大家可以嘅話呢，係邀請大家係如果未望彌撒嘅朋友呢，可以喺傍晚嘅時間去到你就近嘅聖堂嗰度呢，係都會有聖母無染原罪嘅彌撒嘅。咁邀請大家呢，係好好咁望一台彌撒啦。咁呢就亦都而家適逢係呢個嘅將臨期啦，咁希望大家都好好準備自己啦，係尤其是係準備自己嘅一啲嘅缺點啦吓，好好咁改善，咁使到我哋喺聖誕節嘅時候咧，真係可以將我哋自己完全咁樣咧當係一份禮物咁樣去送俾初生嘅 BB 耶穌吓。咁咧就我哋喺呢一度咧嘅廣播亦都差唔多啦。咁下一次咧，我哋將會喺1月7號嘅香港時間傍晚7點半到晚上10點，我哋都會直播我哋嘅重燃愛火祈禱會。咁 Touch 咧每個月嘅第一個禮拜六傍晚嘅7點半到10點鐘，我哋喺天后亦都會有呢個嘅青年祈禱會嘅，咁歡迎所有嘅朋友參加。咁詳情咧都可以上我哋嘅網址 www.touchcommunity.org 留意噶。祝有大家再見。也許路上或遇見風浪，基督也有應允我在旁，後能活助我全力奮往，我愛達的種子望上天國。Touch with love. This is a production of the Catholic Community of Touch. www.touchcommunity.org. Touch, the inspiring spirit.